一场的火灾造成这么惨重的伤亡，到底谁应该来负责呢？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先到殡仪馆来慰问家属，稍后来到病院来探视到受伤的民众。讲到这个火灾的责任，陈其迈讲伊未来闪避，会组成行政调查小组，针对高雄市30年以上老旧的建筑的大楼，伫3天内完成着调查。若因为法规无够周知，致使这个公权力无法度强行介入的这个部分，陈其迈讲卖修法来补破网。城中城大楼火警第2天，市长陈其迈自头早到殡仪馆慰问罹难者家属，搁到病院探视伤者。这件高雄史上史上上惨重的火警，伫去万庆东过一段路，陈其迈带局处首长出面会室内，强调伊袂倒撇责任。最沉痛的道歉。总统蔡英文嘛向罹难者致哀，另外国民党团开记者会，爱市长为46条人命负责任。我想请问陈其迈市长，你如何负责？百姓何辜？深切的反省，我也不会回避我的责任。公安和消防检查落实变作关注焦点。有民众多年前捌入去这栋旧大楼录影，透过画面看到内部的光线真暗，楼梯阁有真侪物件，一个楼层有真侪房间。市府表示，处龄超过40年的城中城，1981年摕到使用执照。台湾公寓管理条例是1995年实施，伊伫无法度主动成立管委会，产权和使用形态真复杂，方列做辅导对象。自2019年开始有检查过4摆，上近的一摆是10月12号。不过城中城1楼和2楼的楼梯间有栅栏，消防员无法度入去检查，敢若会使照法规打公告要求改善。务必在3天内完成全面的体检，这个肇事的责任，或者是在处理上。这个是不是在刚刚所提到一些消防的一些这个缺失或者是死角，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追究责任。成立行政调查小组全面检讨，卖赶紧甲旧大楼伫建筑法规的不足赶紧找出来，透过立法修法来弥补，防止悲剧再发生。